基督徒可以因為工作繁重而唔返主日嗎？答案係唔可以嘅，因為喺出埃及記34章，神講到安息日，就算係播種、收割，都依然要守。播種、收割嘅特徵係乜嘢呢？播種、收割都係要喺好短時間內，喺啱嘅嗰個季節、空氣、時間內就做咗播種或者收割嘅工作。過咗時就會影響收成。但係雖然影響收成，神依然要求以色列人喺呢一個安息日，就算係播種收割，要爭分奪秒咁得到最多嘅出產嘅時候，依然一定要守安息日。所以對基督徒而言，主日必須守，就算我哋幾忙都要守。如果真係守唔到主日嘅，可能係轉工嘅時候啦。